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45章。恁抽签分土地予逐支族做产业的时，着留一份献予上主。即个土地着长12公里半，宽10公里。即个地区拢是圣的。着对迄中间画一块地，长宽拢是250公尺，做圣所的用地。四周围着搁画宽25公尺的空地，让即个地的一半长12公尺半，宽5公里，着画以做圣所的用地，是至圣的。这是全国中间圣的所在，要归予管理圣殿、亲近搁侍奉上主的祭司。因的厝甲圣殿拢伫即个圣的地区内面。另外一半长12公里半、宽5公里的土地，要归予伫圣殿侍奉的利未人做引带的所在。搁着伫圣的土地边仔画一块地，长12公里半、宽2公里半，做以色列人徛起的城镇。要画予君王的土地，是伫圣的土地甲以色列人城镇的用地的双边。一边伫圣的土地隔壁，一边伫城镇用地的隔壁。两边的地通到地中海，东边的地通到东边的边界。土地的长度甲以色列逐支族本着的土地共款。即个地是君王伫以色列中间本着的产业。安尼王袂阁欺压我的子民，伊要照逐支族应该得到的土地分予以色列人民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以色列的君王啊，我无要阁忍受恁啦，着停止强暴甲欺压的事，着秉公行义。恁毋通阁抢夺我子民的土地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。恁着用公平的天平，依法罢得，量固体的依法甲量液体的罢得分量着共款，用毫米尼做单位，一毫米尼就是10依法，嘛是10罢得。计算重量的单位是舍克勒，一舍克勒就是20几拉，一米纳就是60舍克勒。恁着照安尼奉献恁的祭物，小麦着奉献收成的1/60，大麦着奉献收成的1/60，橄榄油着奉献收成的100%。羊着对以色列水源充足的草场取羊，每200只奉献1只，才会通做素祭、烧化祭、平安祭的祭物，为人民赎罪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全国的人民拢着带即个祭物去到以色列的君王遐。伫初一、安息日甲其他以色列人的做日，王着负责提供烧化祭、素祭、奠酒祭的祭物。伊着准备赎罪祭、素祭、烧化祭甲平安祭的祭物，互祭司为以色列人民赎罪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正月初一，你着献一只无瑕疵的细只牛犅做祭物，洁净圣殿。祭司着摕赎罪祭精生的血，抹伫圣殿的门徛、
祭坛的四支角，以及内廷大门的门框。正月初7，你嘛着为遐个无意中，也是因为无知犯罪的人献祭，安尼圣殿就得到洁净。对正月14开始，恁着守搬过节。伫即7日的节期中，恁拢着食无甲饼。节期的第1日，王着为家己甲全国人民准备一只牛犅做赎罪祭。伫即7日的节期中，伊着逐日备办7只无下注的牛犅，甲7只绵羊犅做烧化祭，献互上主。伊嘛着逐日准备一只山羊犅做赎罪祭。伊阁着备办素祭，每一只牛犅也是绵羊犅配17公升半的幼米粉，搁甲3公升的油。7月15守大寮节的时，王着照搬过节的条例，伫7日的节期中，逐日准备赎罪祭、烧化祭、素祭、甲油这的祭物。